位去緊東亞運體育館睇 VNL 女排嘅決賽周，就去支持日本隊啊，睇日本對巴西嘅8強賽。第一次坐孖國開出嘅輕軌個氹仔都好快。上次睇 VNL 已經係2019年嘅事情啦，嗰時仲係喺綜藝館啊，一張飛可以睇晒一日，而家已經係要逐場買。本身自己就睇開男排多嘅，咁但係上星期咧就睇日本女排對波蘭嗰場，哇！最後一分 Yoshino 開咗個 ace 之後，跪喺度喊咧，咁我就覺得哇，點都要買飛過嚟支持一下，同埋都知道佢下個賽季會旅外去意大利啊，就算去到日本都好難見到佢啊，咁就把握呢次機會，未見過佢真人打波啊，今次嚟睇下佢有冇發揮啊！就呢排呢個 VNL 都有不少爭議啊，關於保送主辦國入決賽呢件事。波蘭對日本爭一個席位啦，咁其實波蘭都係前8，但係佢入唔到8強嘅原因就係第9名嘅中國係保送咗入決賽，咁第9名都還好嘅，咁男排嗰邊就更誇張，中國男排係包尾嘅，咁但係都保送咗入去決賽，而且唔使降班，多人覺得不滿咁樣啦，咁但係冇辦法啊，咁你主辦國就係有咁嘅優勢，但係我都係希望就係可能打好啲咯，個資金嘅支持係咪先？有錢先可以主辦到，咁你都俾翻佢做主辦國入決賽都無可厚非嘅。哇！第一次嚟東亞運呢個體育館睇波，而家嚟到現場先至見到少少賽事相關嘅嘢。呢幾日喺 social media 睇，完全都揾唔到賽事資訊，究竟幾點入場啊？有咩帶得唔帶得啊？可唔可以飲水啊？咪呢啲基本嘢完全係揾唔到。入場先啦，一陣入到去睇下入邊究竟咩環境啊！而家啱啱入場啊，估唔到佢6點40先至放人。頭先排隊嗰陣見到簡維倫啊，唔知一陣可唔可以見到佢打聲招呼。目測而家都係日本隊 fans 比較多。我哋之前大阪站就輸咗3-1啦，睇下今日可唔可以順利進入4強啦。
上次第4局就係俾 Christina 打到逆轉啊，太恐怖啊！一定要攞到呢1分啊！如果唔係14號上翻嚟好難打。巴西輸自己開波啦，只能夠講日本開波就非常之穩啊！佢哋可能之後集中啲 set 俾14號嘅 Christina 咯，我覺得，因為日本其實難唔到佢。如果俾多啲佢打埋後排，日本難打啲。即刻俾嘅。
佢啦。點？呢個位5號位一定有5號位。頭先嗰個企位咧，你4個人攏晒嗰度咧，開5號位嗰度係最好㗎啦。呢一輪如果開得好嘅話，嗰個位可以攞多幾分。好定喎！哦，打死！一定係要強發㗎啦，呢個 level。接發3球接得唔好，暫停。哎呦！女排半飛真係揾到哇！打得而家打咗2局啊，1-1，20分之後咧，守唔住 Christina。輸好多，但係唔緊要，仲有得追，不要放棄啊！哎呦！哎呀 ！OK，
日本隊而家逆轉啊，18-15啊，把握到呢一波 Christina 喺後排嘅時間，同埋 WADA 嘅一波猛攻加 Ace。哇！急咗。OK，啱啊！冇後排，哎呀死啊！輸3-1啊！第4局非常之可惜，本身18-15領先 ，WADA carry 咗一波，但可惜後尾都係攔唔住14號嘅 Christina。巴西嗰個調整能力都非常之好，日本同一個戰術去到第4局都打唔到出嚟，而且4號位係攻唔入啊，後尾都冇辦法啦。跟住娜拉咪嗰個位又俾人打咗幾球，8強就出局啦。好彩有嚟到睇呢一場。非常之精彩 ，Christina 好勁！我睇完之後就係覺得哇，你全部俾晒佢都得，咁基本上係好啦。而家散場啦，睇可唔可以揾到簡老師合照。耶！見到偉倫哥。頭先揾完簡老師影相啊！我講真，佢就係我排球路上嘅第一個偶像。到喺澳門睇個 VNL 都會見到佢啊！仲有好多 fans 喺度等啊！但係我又係翻屋企㗎啦。我哋睇完女排，始終同平時睇開嘅男排強度啊爭咁啲咁啦。咁不過女排都好睇嘅，始終你男排冇咁誇張嘅身高差，都可以打到勢均力敵啊！爭成起碼10零20 cm 啊！女排嗰啲防守部位真係勁到癲啊！恭喜巴西啊！有14號 Christina 真係好勁，而家搭輕軌走先，拜拜！下次唔知去邊度睇波。